華為鴻蒙系統的一個小區房啊，智能家電的一個小區房。這個小區裏是中澳的一個開發商來的，也是首個在珠海這邊的一個項目，也是做得非常高端的一個項目，係88平方嘅三房嚟嘅，都係鴻蒙系統個設計嚟嘅。咁你都做得非常 OK 嚟嘅，廚房嗰啲都係交付標準啦，全屋家私電首付5萬起就可以攞落嚟，呢頭三房嚟啦，都係非常亮個戶型嚟嘅。咁可以睇下嗰邊嚟啊，都係交付嚟嘅，連沙發啊、餐盤啊等等都係交付嚟嘅。咁嗰度你就係其中一個房嚟㗎，小朋友嘅房咧，佢依家就開放咗出嚟嘅。咁呢度都係乾濕分離嘅戶型嚟嘅。咁嚟到嗰邊你就係一個小朋友個房嚟啦。嚟到嗰度你就係主人房啦。佢主人房空間都好方正嚟嘅。咁佢幾多錢嚟咧？單價係12,500做個單價嚟。咁整個價錢應該係就係90零萬就可以搞落嚟啦，到100萬咁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，你可以聯繫我啊，帶你現場嚟參觀。